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师父今最后一章来给各位大家介绍报告啊。那么我们的心得做一个分享。我跟各位讲说，人之所患，莫甚于不知其恶；人之所美，莫甚于好闻其过；人之所贵，莫过于明理好义啊。 人之所尊，莫甚于慈悲喜舍。这么，这简单来解释，就是说，我们一个人最担心的是什么？没有比说你不知道自己的过错，自己做错的地方，自己的毛病，你自己不知道，这个是我令人最担心的，没有比这个更担心的。是非都不分，好坏也不懂得选择。 各位对不对？这个人就邪知邪见了嘛，不知道自己的错嘛。他做了以后，他不知道这个是错，你看多可怕呀，对不对？我们人基本的这种道德良心，我们基本的这种聪明才智，会知道怎么样才是利益自己，不要去伤害别人，对不对呀？最起码会懂这个道理。但是连这个不知其恶，他自己做了恶，他自己都不知道。 这个是非常担忧的，很可怕的，很可怕的。人之所美，莫甚于好闻其过。美，我们讲说这个人非常的优美，最让人家赞叹的，指的最有价值的，莫甚于好闻其过。这个人，为什么值得大家来赞叹他啊？来夸耀他？这个最漂亮、最美的事情呢？ 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是他好闻其过，他很喜欢去听闻什么？有人讲他的过失，他才会赶紧改过嘛，弃恶向善，好好的学习，往好的光明道路去迈进。他很喜好去听到他自己的过失，有人来提醒他，有人来鼓励他啊，有人来鞭策他。 啊，他这个是哎呀，感谢把对方当老师，所以过去啊，很多古人啊，孔子的学生啊，你看大家都知道，那个我们呢闻其过啊，怎么样？内心里面满心的感恩。 人家学习是不断的在成长，是用这种态度。所以各位，如果能够听到自己的过失，就是这个人很喜欢，不会生气，不会懊恼，不会去报复，而且来感恩他，这样这是人世间最有价值的，是一种最漂亮的一件事情，值得最夸耀的一件事情，这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啊？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哦，各位。 人之所贵，莫过于明理好义。这个最可贵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世间最可贵的是什么？莫过于明理好义，没有超过你能够明白道理呀、明白道理，好义，我们喜欢正正当当的，我们非常守信用，非常重视仁义道德、情义。 政治情义不会违背良心，这个明理又好义，这个人是最可贵的啦，是最可贵的。各位，人之所尊，一个人最尊贵是什么事情呢？莫甚于慈悲喜舍。他这个人很慈悲心，心很柔软，很善良，又喜欢布施，喜欢结缘，喜欢帮助众生，乐于来助人呐，乐于助人。你看这个慈悲喜舍，这是让大家觉得最尊贵的。 最敬重的，尊贵就是敬重。我们大家为什么恭敬他？为什么那么来重视他？因为他的心性慈悲喜舍，就叫尊贵。尊贵就是敬重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几句话，提醒我们大家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好，我们大家练一遍好不好？大声练，加深印象，不要忘记。好，开始。 有没有道理啊？有没有啊？
很有道理哦，各位。我们人呐、学佛就从这些我们的言谈举止之中，你表现出来，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佛弟子。有的人呐、哎呀，暗地里面呐、勾心斗角啊，成群结党的，各位分党分派，你这样嘛？然后呢，稍稍怎样就计较就冲突，每天就是贪，每天都争，每天就在那边求，你看心里面污染呐、非常严重，非常严重。你心性不干净、不清净，你想想学佛怎么能相应呢？学佛怎么能相应呢？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呐、各位对不对啊？各位听懂没有啊？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，好好来学习，好不好啊？好，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